这个台南发生着台警察的案件了后，警察嘛大胆来开枪。昨暝新北市芦洲一间海产店，2大阵的少年的20外个冤家相拍，多参警察拢已经到位啊，甲因大声来喊话，嘛是无咧惊，继续拍。这个场面是真混乱。为着要来控制这个失控的场面，先是一个警察对空中开3枪，刷来另外一个警察佫补开2枪。这2阵野事端的少年呢，才总算知惊，乖乖来听话。全部给我趴下！全部给我趴下！这个女警察手举枪大声地喊，不过上好人马敢若是无拍什么算。官员过去对空开3枪，不过双方犹原无受控制。随过2声庆声，场面才控制住咧。警方对空开枪，嘛后边看到这个民众惊一跳。第一次听到这个警察就是鸣枪啊，然后就觉得好可怕，好害怕。代志发生伫新北市芦洲区一间海产店的门口，昨暝8点外，2排人马去冤家，变成伫街路冤家兼相拍，甚至有人举刀啊！快打部队就赶到现场。为了避免爆发冲突，不可收拾，官员规去对空开枪，相拍的民众听到枪声，惊一个赶紧扶落，最后才乖乖就范。本分局同仁见状已符合用枪时机，立即大胆使用枪械，杨姓同仁对空鸣枪3发，陈姓同仁对空鸣枪2发，强力压制现场闹事分子的气焰，并以优势警力将现场闹事20人全数逮捕归案。20个叛徒的人拢总移送侦办。台南台警察案件发生后，警方支持当人大胆用枪，网友嘛拢真支持。即摆对着无配合的不良分子，远近开枪，唔拿压制嫌犯唱手的气势，嘛及时阻止相拍事件引起的伤亡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